各位嘉賓望過嚟，哇！你睇下呢個湖景，啱唔啱你心水啊？今日幫你哋喺珠海嘅後花園坦洲呢度揾到套屋苑，8萬蚊嘅首期，月供5000零蚊，你就攞低呢套1400尺嘅4房單位，而且離譜嘅係咩咧？佢送埋你全屋嘅家私家電啊！有冇見到？寫住個送字嘅梳化、茶几、電視機、電視櫃、餐廳嘅呢個食飯台、陽台嘅洗衣機、熱水器、廚房嘅抽油煙機，包括呢個冰箱，以及房間入邊嘅呢個床啊、空調啊、衣櫃啊等等，你見得到嘅所有嘢都係送俾你嘅，包括窗簾啦，係嘛，都係送俾你嘅，床頭櫃、衣櫃，可以咁講係真真正正嘅做到拎包入住，而且呢度仲有業主樓巴送你翻香港嘅廚房同埋太子，每日都有班次翻香港。哇！呢套單位真係筍到爆，有興趣朋友仔評論區留言，攞資料。